喺呢個世界上，冇乜嘢生活方式係完全正確嘅。釋迦牟尼佛圓寂嘅時候，500位阿羅漢冇一位流淚，只有阿難喺度喊。釋迦牟尼佛同佢講：你唔能夠喊，我喺好早嘅時候已經同你講過，所有喜歡嘅嘢，最痛愛自己嘅人，最美嘅事物都係會失去，冇必要為咗呢一啲而傷感。愛往往都係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。我哋修行係為咗安定自己，而唔係去改變人哋。隨緣而不攀緣，你只係啱啱好路過人哋嘅世界，並唔能夠主宰，包括你嘅父母、愛人、子女，抑或朋友。